毁灭安化王朱典武的全部，以涉爱夺被侮辱之恨，独角妖龙大发雷霆，尽杀所有奸王的部下，闹去天翻地覆，一决无功啊！贪慕虚荣的董小虎，领千名武士大战独角妖龙。大战了龙，受了无谓的牺牲，董小虎也负伤担当性命摧毁了。这个时阵，分钟后甲金王子看情形不对，使用着伊轻功，就要拯救着伊董小虎脱了。哈哈哈！西环一片，你要回老星河了，龙啊，对家来呀！主公啊！哦，到大人真有心。害了了，嘿，这位妖龙，来老王母，嘿，地大水高，千秋人，高楼大厦拢要弄破了了。迄一千名武士死到用得了去，迄军兵死坏片了，毁老生活。哦，现在董小虎专派也拢无快啊！王爷若无赶走，咱哪会翘去哦？系啦，你要有事。爹亲啊，赶紧的将这金主财宝款款的对这个地图渡到这个万南高子国了。对，渡到到万南高子国四座山安心，也若无叫龙吞这罗巴。啊，这是头够歹运啦！迄都袂使咧讲啊！迄人古早人在讲一句话，讲万恶淫为首，必先后为先。迄就是王爷，你爱上查某的关系歹。好头水鸡，我袂讲啊！拢总嘛你这狗头笨叔咧甲我叫话，也若无红海棠，根本我都唔敢去惹伊，对。所以啊，作恶端所承受这个报应啊！太，你搁讲我就甲你拍。大家紧都准备走。是啦，唔通争论啦，赶紧走啦！走来去万南高子国四座山安心啦！天哪！查探罢官机密文的金家孙勇已经除了封锁了。妖魔鬼怪！你到底是人还是鬼？有灵性，我金家孙娘是无你惊，我是小可了论你尔。阎王本无形，地狱事反应，善恶的报应随流本上明。可。蒙面散步，衣服内面灵柩欢飞，
幽灵稳稳现现，所以今甲善良胆力纷飞，冷汗如泉，丢盔弃甲，抱头气喘。姚龙啊，出来啊！来到我这个天下无敌武林之王毕中比武略紧一决生死吧！哼，我心中有这个降龙秘籍，我手执七宝多龙剑，我一定斩死你姚龙，为天下第一。我乃是武林皇帝啦！唔敢出来信，什么叫做姚龙？哼，见着我毕中比。你就变成求稳，哈哈哈哈哈哈哈！上，我乃是运命之神，毕中比武略紧，最后一次我提醒你，已经以笑还乡，唯恐三大名士，把昆仑元人偷秘籍，这个就是你首次的错误。希望你弃邪归正，重新为人，规范空中之道。随之你恶心未改，是非复燃啊！你都要了解，真良圆福，假良难行。行良首先爱行心，虚荣之心不能自行，何能行良呢？你为了私欲而失去功德。你的生命接近危险边缘咯，苦海茫茫，回潮时间，希望你再修养，再修养吧。对不对？我无咧甲你生气吐，哼！我若要降龙，要你这阻碍，难道你是这个妖龙之主吗？且唔当误会，忠言逆耳，希望你三思三思。过时请。什么？这个人我面熟面熟，但是想袂起来。几年前哪阵捌见过面？这个到底是谁啊？号称运命之神，面熟面熟，到底是谁呢？想拢袂起来，我失去记忆，这个到底是谁？想拢袂起来。哈哈，姚龙到位啦！姚龙到位啦！来得好快，啊你该死！啊！我多龙剑！单剑降龙再度失败，叶生命在万岁声之中缓缓传来琴声。独角妖龙闻琴声脱水，妖龙闻琴声而行。这个时阵的毕中比较有机会逃走。多谢姑娘你的救命。见苦不救，心里不安呐。姑娘你贵姓？幽琴姓连，幽琴姓连，这个姓幽琴的真少。正是啦，为安怎甲这个妖龙伫咧争斗呢？妖龙，我哪会当收治这位妖龙？我是天下独一无二，所以呢，左手失败。这，我心中有担福气吧。多谢。有一天，你的上魂就会转好。是啦，以后我会报答你恩情。面头前金光闪闪，水气千条，遐是什么所在？遐就是叫做大毒门啊！大毒门，大毒门是什么所在啊？
大多阮听说真侪仙教伫咧所在伫咧练功啦。安尼好，过时请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喂，查某囡仔，后头的琴声是你单心？正是。这种琴声声东击西的琴术，确实有高超。不过我希望你唔通多管闲事啦，否则你会失去青春。是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意思？你当问你的前辈，就会解释互你听咧。你甲讲我是靖海宫之士，叫做乌心酒，请。乌心酒，哪阵捌听到名？这个人棋中有曲，曲中有棋，赶紧回禀前辈就是。丁首领，外面有一个叫做南海文君要来拜访。南海文君要来拜访啊？这是我与他素不相识啊。也毋过伊讲甲你真知己。果然这代来人啊，口前擂鼓迎接操。口前擂鼓迎接哦。客寿，南海文君根本我甲你素不识面，为什么你讲是我的知己？真是士兵多不介己。老前辈大毒枭陆爱人，你免问我的身世，我心中有一种秘密，你观看便知分晓。客寿，看到秘密就了解你的身世。希望你小口离办，当然啦。有啥物指示？现在毕中比围抗西南，当时特别杀害靖海宫一位的独角妖龙啊，非敌不可。交代之事速办吧，请。原来就是为这个工作，来人啊！市民布阵仪态，遵命。姓寿无将姓寿，来者死水。地中比侮辱金，为何前来？拜殿重情听说。你心中是毋是有两件宝贝？一件就是降龙秘籍，另外一件就是七宝夺龙剑。是啊，老前辈，我将这个物件特别送你啊，真送来，没错。多谢你赞赏我两件宝贝，所以我也就将物件给你收上。你真残忍，你真残忍！这是大毒枭陆爱人的手段。来人啊！将身躯甲带到皇高野外饲野龙，遵命。严守英赤园，有所保我敌情啊！后边捡一款路边啊，也无拢唔知影当有当转正。是不是啊？新人面的啊，无血性的啊，我跟你讲哈，你着留一寡互我转正呢，哦，啊，唔通安尼，独霸呢，拜托你呢，好听你呢。哦，就你们生目睭唔快后脑壳，即间伊对我上赞，安尼咪老年华听。是不是啊？晓得嘞。这人你免甲收拾，这个就是靖海宫之事，应该是阮自己来料理就好。唔系啦，迄我是咧做工程了啊。
做功德啊，保外先天啊，我较早都做了吼，真济歹代志啊，所以即马都我知影，你千心魔。哼，我都老仙啦，你叫我老仙较好听，啊那仙心魔都歹听。老千，老仙就是叫做老啊，啊老啊都是听过。好，莫讲啰嗦了，请。娘我为呢，当时啊就是歹听的，伊才会做咱人惯哦。吼，我掠准讲要互我顺呢，当时啊，伊我拄着甜啊闹屎，老顺，老顺。我来啊啦！哦，咱家己啊，差不多3里外路，有一个讲我做倒拖刀踹羊，也呢杀一支大刀偌大片来了，伫遐呢破口大骂，讲正气山庄的人拢总出来送死，也若无伊得要杀入来咱的正气山庄总走呢。遮苦啊！足苦你咧，我金龙树。让我三兄弟出阵，收敌这个倒拖刀踹羊跳。啊，你有个真大条，对后壁看卖咧。好，看一看便知道。哇，金龙树啊，好久不见啦！仙草王啊，真久无看啊，啊最近如何？我来报告一个好消息给你听啦。吼，因为四季咧卖仙草茶哦。还看到金甲旋龙单枪匹马，当咱进入迄个罢官机密门呢。哈，这好大胆！哦，让我讲个，啊，入去罢官机密门的中间啊，迄个洞门总风水起来，啊，一个锁起来，内面乒乒乓乓，震动山冈呢。啊，伊咪用好奇心，都喺树林中底下甲伊看，看差不多1刻15分钟后，嚯！就看起甲包条气喘，一道白衫闪一个，然后对我面头前旋转，迄个我看是金甲旋龙的款。金甲旋龙哦？啊，迄金甲更条哦？系啊，啊入去甲内面是装迄乌肉鸡呢。啥话做乌肉鸡？我算唔知灵魂啦、鬼啊啦，迄都乌肉鸡哩咧。嘿，安尼看金甲旋龙，烫去金甲，安尼哦，咱来甲修理就会赢咧。哎呀，都唔知走倒去咧。哎，找看卖咧，找看卖咧。啊，来啦！哦，先生，哦，讲起来天黑一边诶，因娘我鬼啊，迄个倒拖倒踹人家迄个大刀偌大支呢，砍过来杀过去，啊我还袂歪呢，三个人就倒落啊，遐厉害，好足厉害，赶紧的甲回入内面，互雷公甲伊哩。好，即摆雷公讲。安尼好，我亲身出阵来去收敌这倒拖倒踹人。哦，革命的来咯。我几个爱国革命的都叫用抬死，啊，所来去4支断魂枪对咧观察，怎那个放起来？安那系我啊？吉人天上啦，赶紧甲请入来。喂，革命三龙啊，出来啊！来有了！喂，我几个即马给插骨落去，本来排长刀底剑也甲变装。所来去该占枪尔，好，即马加排3、4支，往来刀、西瓜刀排遐尼多。仙草王，安那？我的身躯有更加4种的伤魂。哦，较早是3种的伤魂尔，即马7种。哦，7种。哈，啊，你迄时啊，去互啥想着的？是毋是去互迄4支枪写着的？唔对。无啥呐。哎呀，讲搁再讲，袂讲较快了，唔讲也罢。啊，都大家要听，你咪讲来最参考者。迄4支枪顶面落2支，哦，边啊搁再加落2支，哦，但是拢无着，无着，无着哪有伤啊？我伫个棺材底爬起来时阵，将这4支断魂枪特别甲背起来，去互挂着的。我，啊，你背了家己去挂着，写袂着，什么背起来挂着？所以这叫做奇怪的伤魂啊！现在正气山庄有啥物困难呢？我讲给你听啦，无问题，让我单枪匹马来应付吧。我跟你讲哦，迄叫做倒拖倒踹人呢。哦，三国时代倒拖倒斩踹羊，过5关斩六将，讲也罢。唔是啦，唔是迄个关公啦，唔是啦，伊叫做踹人就对啦。啊，讲举一支倒拖倒。免惊，我来去绝对好势了。
赶紧的对后壁甲看卖。明啊，对后边来甲加油啊！加油加油！吹进吹进。娘我会的，我俩真讲倒拖刀是啥物叫倒拖刀？伫当时啊，就是一片很大片，用一张车伫咧拖出来去倒啦。哎，啊咧拖刀咧个颠倒行，吼，安尼叫倒拖刀。哦，啊，迄片我看哦，过了100斤呢。敢举会起来？唔免来解。安尼看隔壁的这道歹空了，去拄着鱼啊！拄着鱼啊！啊，系啊，稳死的，稳死的，看卖看卖。来者救命担命，岂不是倒拖刀踹羊啊？倒拖刀踹羊，你这个武林道伫咧喷灶小探听咧，我啥人你怎？无熟悉啊！无熟悉，自我介绍，呵呵，我心中有英语这个相群，革命三王啊！革命三王，听讲你神经无啥正常，哼，无啥正常，这次出来都是伫要讨回民主，为我争取山庄的兄弟出一口气，安尼好吧？目睭标金，卡尾煞在，注意，呀！哈哈哈哈！按你刀柄都还未抽起来，你就昏去啊！这种人是遭影革命都对，抽起来对心脏给你插一了，你烫后背。假如是万地深坑，讲是下了未真无极反海，海底海天地高山，叠叠山也未讲较快了，唔讲也罢。好啊啦，赢就好啊，也罢，甲下到来也罢。起步！革命三郎，你甲伤害我的朋友，南海文军下三方来领教你的绝技。哦，我看到啊，注意啊，这个唔是南海文军哦，这个就是叫做金家善良身边的凶手。什么？谁来讲啊？我讲啥啦？这个就是去探迄个八关机密门啦，呀，那内面哦乒乒乓乓震动山崖啊，呀，全安尼迄个金家绳条从那挣出来，伊穿一件衫我会认你，兄弟啊，这个凶手唔能够走，回过来啊！正气山庄里这人拢该死，有听伊这个独角妖龙的声音吗？无问题啦，独角妖龙迄拢无关系啦，啊，抢来抢来啊！众人拜见南海文军的时阵，闻名之神也在场关键。闻名之神到底是啥人呢？南海文军是不是金家善良的本人呢？请观众集体议论了。